在台湾无伫喙脣皮顶，伫耳孔边。台湾人袂当无了解的台湾故事甲历史，请听阿正先的一一说来。阿正先的讲台湾。观众朋友，大家平安顺遂，又搁到了咱千金铺的单元。咱顶一遍呢有讲到，看见苏州婆真文理，1822少年时，红嘴唇乌喙齿，穿大有牌子，金手环玉手指，也乖卡也伶俐，琴棋书画尽都是。今日呢，咱这个刷下面的这个内容，可能朋友一定一个疑问来讲古怪千金铺，那咱讲这个查甫查某的代志。我记得一开始时我有讲到这千金铺哈，伊主要呢不是要遐真正要考功名读册的人读的，伊主要对象什么呢？遐准备啊，想要捌一寡字，然后要用这个基础呢去做生意的。咱拢知做生意吼，大家拢想要赚钱嘛。不过真正人想了讲，赚钱了的时阵吼，这钱呢，人互我去安尼花天酒地，安尼去外口安尼找其他的对象，有诶无一大堆的时阵吼，哇，这个钱呢，煞颠倒破坏家庭幸福诶。所以是安怎伊内底要编一段来讲吼，你生意好做，因为赚钱是一个资源咯，这个资源呢，可能会当请你，嘛有可能会害你。所以就安尼讲，主要你是要去赚钱嘛，提高这个生活的品质，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内涵等等。不过你千万唔通咧，因为赚这个钱的时候，你煞那去做一寡有诶无诶，哇，点都害。所以伊就安那先甲你做一下有方式咧吼。所以今仔日吼，伫规个千金铺内底呢，算啊较限制级的辅导级的因为伊去外口去拄着这个苏州婆嘛吼。过来我来讲吼。断皮西长年，皮就是假皮的皮。伊这意思安那呢？就是讲吼，丢断的面罩皮啦，面细的门帘啊，门帘吼，指什么呢？高级的室内的用品啦，这叫做断皮西长年，西啊的啦。来讲，牙床上芳花味，空墙的面床顶啦，散发出呢安尼阵阵的芳花味啦。这个讲啦，你看这气温看偌好就对啦。断皮生长年，牙床上芳花味。看朋友就听讲，因要做什么代志啊啦吼。过来，一身白如面，2年2素面，一身白如面，就规身躯白泡泡又绵绵。你看偌白人啦，胸部迄2粒呢软心心，真白人，真白人。这讲足直接啊呢，这若古早传统的文人的绝对。经典的册绝对袂讲到这个但是这足实在一身白如面，2年2素面，规身躯白泡泡又绵绵，这个胸部的2粒呢软心心，真气氛查甫人就对啦过来咧，桃花面点胭脂，讲面哪像桃花遐水，嘴唇呢搁再点点胭脂，你看咧偌声人了对啦过来咧，红泥刀。哇，这个较直接红泥刀挂金钱，红泥刀就是红色的泥皮挂金钱，我这泥皮边仔搁那呢，搁在滚彩色的丝线线，你看有讲究无啦？你看安尼讲了有直接无？所以我讲，时啊头拄我一直先讲一段话，就讲大家忙误会这个泥刀这算古早的讲法啦。泥刀离咱现出时来讲呢。华语来讲叫做香皂、奶皂啦台语的讲法咧，除了讲传统讲泥刀以外，还有泥皮话讲来讲夹，是讲内夹这个传统的。若较受日本教育来讲布拉吉安尼这大家就知影啦所以叫红泥刀挂金钱，就是讲这款的物件伊嘛真讲究呢，嘛真讲究。好，红绫鞋金葱边，红绫布面的绣鞋啦，鞋边搁再兼车金色的丝线线啦。你看安尼规身躯安有讲究无？足讲究好，咱这集咱就先讲到这，再会。以上阿正先来讲台湾，由当洪建教授主讲，当牛收录，多谢收听。